6年以前，我一个人绑了一台相机，我行入每个的小村小镇，我收集市井生命的影像。10年前，跟我的音乐同好组成教练乐团，学习音乐创作，自己写歌，自己做音乐，从生活与工作中寻求创作灵感。我经归了我的故乡，我要行入我的土地，一起埋一好表情。真的好啊，我考得真的好啊。你，光圈。我喺太阳欣赏，我喺劳工样式，我喺正式劇。哦耶！我係音樂創作人，我係紀念個師傅，我係李國斌，我係一群，我嘅一號表情。现在我来到高雄的左营，这个地方呢是莲池潭。今天老师跟我特别约在这个地方，我不知道他要给我什么惊喜，我们去看看。这里啊，这份台湾人红来好安人，而做下暖身，我来本一个惊奇的暖身啊，你懂吗？什么惊喜？老师，安娜，你为什么不一起来？到底是要干嘛？也来推广来本的惊喜，对吗？我现在全身穿成这样。阿讲，也莲池潭了吼，还能俺台湾第一个环状的完整的一个滑水场。哦。嘿，啊，俺讲唔算啦，啊，本俺的教练。欢迎你们今天来。好，所以其实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这个莲池潭古色古香，都是这些庙宇的地方，有一个新兴的运动。叫做缆绳滑水，对，同时它也是国际的标准比赛场地。那今年陆续也都是会办一些国际赛，希望可以推广这个运动，国际知名，帮忙高雄推观光也好，然后在台湾把这个运动带起来也好，带出更多一些新一辈的小选手这样子。那今天想必就是你的惊喜，来到这边，要来体验我们的缆绳滑水。龟后高，龟后溜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那教练，那我现在要怎么样开始？那首先呢，你这件非常亮色系的，就是我们一定要穿着的救生衣。那等一下也会戴一个安全帽。凡是只要入我们的场地要下我们的水，一定要把救生衣跟安全帽都先穿好。那同时呢，我们就会使用滑水板。以前没有玩过，有稍微玩过那个滑板，不过滑板对我来讲有点难。我第一次踏上滑水板，超紧张的。线上。也图拿惊喜哟，让今面都好撩，好搞。也国用师啊，好怪年人，也是最亮。景山，下次啊到花莲，我当作陪。唔怕，我也会给你一个惊喜的。多传人哈。3、2、1，肚子用力。也是做梦来摸我下一眼睛啊！我会好好报答你的啦，我的手。
先生，谁有你啊？是谁啊？慢了，慢慢来。一出发了以后，没有几秒我就摔，就是整个跌翻了。那跌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刺激，好狼狈哦。好高啊！好高啊！有惊喜用的啊！还有舟船的尴尬，有多少人干过？水的惊喜。啊，差不多呢。我来看船的哦。哦，来，看船的。好，走吧。这高雄啊吼，最有名的第一个东西叫做舟船。船呢吼，是水风行，所以啊吼，我觉得体验方舟船的感觉，其实是为方人用啊水风行那种感觉。安过啊吼，我都带了看到那种舟船，这是船跟还用舟船。先生，哎，我来到高雄啊很多次了，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。冇落过是了咩？哎呀但做我嘛第一次来。哦，你第一次？哦，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啊。因我哋高雄啊吼，以前都乃是做罗工的那个台嘅象征性起风啊，但是呢做船的啦，嘿嘿。你嘅高一啊吼，这边高一就会总工，啊这边就会开领铺、连油厂，全部有氧气，有含那个。是讲蓝领阶级工作的地方。嘿，就罗工台北安尼啦，只要吃酸啊、热啊、下那些，啊带来了。好，安尼，我很好奇啊，一起走。加油，来了哟！嘅月台掛住。哦，哎，阿哥，阿哥，對，阿哥，有睇過係。翻大槍場。用的個自身的陽光，當然看到舟船廠，然後本來了解舟船廠裡會做嘛東西啊。哇，这2位泰狗在这里工作超过20多年了。如果我们今天一直跟着他工作的话，我们应该会学到一些以前从未接触的造船的知識。嚟，我帶你行行啊，咁樣好。啊。係以前喺參加高雄高工嘅建教班，考台船嘅建教班，因為台船做了43年。我居然会在台船哦，这个里面骑脚踏车。舟船廠一定係睇，一定係快，所以吼，對腳踏車的一種可以重要的工具啊。陈泰狗，那如果像这个船哦，如果从没有这样一直做到就是全部都完成，大概要多久时间？對於可是動工，都搞船了，差不多1年2、3月3這樣，就是從下料到交船，設計那一段還沒有算。哦，設計那一段還沒有算。世界上幾多船動嚟做船嘅，如果大家來停船嘅，表示講我哋公司嘅產品唔會讓船動會新音嘛。那剛剛那個船，我可以再問一下幾噸嗎？那個不是我們，我們一般都不算噸，我們算像貨櫃船哦，我們都算幾個貨櫃，14000個貨櫃的貨輪。然後那個船是比不出來，超巨大的，就是一直都會覺得說好像來到小人國。這個是我們可能最開造船的吧，也長度係950米。我就是看到這邊哦，你看船進來了，可是這邊是水，這邊沒有水。然後呢，中間這邊又有一個橋，這個船一開始它要怎麼進來啊？我哋愛水神愛甲水嘅就係慢慢嚟飆入去地杯，飆下去就咩水邊甲同嘢平過嘅時間，嘢要浮起來，浮起來嘅時間我哋同嘢污面啊，我哋講主污面啊，主污面係吐出去攞杯，就桶嘅嘛。船的讓投進來，水已經進來的時候，船再進來，然後再把這個馬路再先把水放進來，放滿以後，然後再把這個拖走，這樣，然後再把水抽掉，就會變成現在這樣子，這麼巨大的，然後可以看到船底。因為船務噶吼，如果冰水、溺水啊種東西啊吼，也是一定重要的事情，所以啊吼，你整體個就請嚟咧。專門負責要一個工作的專業人員，
供在韩国的示范要用的做法的事情。我看到也米啪啪的储水啊，做个也福都方的水，我来储出来也储出来的原因呢，因为船呢，我慢慢的因为水位的降大，来坐到也无盾的双摆。那船要稳稳的坐在墩上的话，那必须就是要把船调到一个定位点。你看船尾或船头都会有拉一个标准绳，标准绳上面会有个旗布，那旗布呢就是那个船的中心的位置。工程师呢就必须要把船调到那个位置上。那潜水是辅助工程师报告我们船底下我们看不到的数据，因为他们会潜到底下去看船的中心，以及他们在船进屋之前，他们会在那个水泥墩上做一个 mark， 让这个 mark 给那个潜水员做一个参考点，告知我们说，还剩船底跟墩的距离还剩多少，以及它有没有朝前或朝后，这样我们才知道船到底坐墩了没。船开起来是落后的哦。走到缆升架哈，升架。我也米有3铺的泵浦，也可以清晰可以调到半铺，所以半铺到3铺之间，也速度可以看地度坐墩的顺时啊无顺时，顺时的话可以较急，无顺时可以慢慢的坐，甚至于我有可能坐下伊个无准，下落停水，另外再泵水入来，入到福都方，然后船再浮起来，再做同样的程序加一摆，安尼。请讲，请说。好的，这个做这一行的比较少有女性，你当初是怎么踏入这一行？这个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，以船舶业里面，其实女生已经算是很多了。因为以现在像船上很多已经有女性的船员，你也看过新闻报了一堆啊，什么还有一个女船长出现啊。其实这个工作环境是很多了，只是说不想跑船了，他们就可以选择在船公司或者是在那种造船公司上班这样子。船之所以进船屋除了保养维修以外还要洗船身哦。我都给你得用那个高压水柱，来洗那个脏东西啊。我所有东西你洗皮枪的时间，上面的一粒粒的就是海螺，海螺嘛，海螺是那个海蛎子啦，海蛎子，海生物啦。你冲桥的时候要清倒，清倒的时间，安尼先洗按它喷洒喷的那样。那它150这个时间让这个不是在海上，就是都已经抽完了，所以你要看到，而且底下有很多蚂蚁在那边清扫。当然不是蚂蚁啦，就是真的很渺小啊。介绍也黄先生咧，也叫副经理啊。黄先生，黄先生，那边的路诶，麻烦你同人介绍下。黄先生，哦，欢迎，欢迎。15、16歲都入來嘅，大家服務35年咧。我負責咧工作路嘅進料加工、瓦斯割切，上過工廠。我睇要講一下點解我哋企業家嘅所在咧，如果我哋公司嘅鋼料廠我哋總公司嚟，對總公司嚟嘅，我哋咧更加看到也調查有冇喂。以為交工嚟也公辦嘅，如果我哋根本會做嘅細條，公辦當個咧清料手以為細槍嚟對入去噴砂機提打個槍係時，咱要噴漆入去地背以後咧，咱來掘安尼。那從2002嘅到最後安尼救嘅啊，係就ที่總公辦對呀，交鋒嚟安尼經過咱哋咧砂機嘅啦噴漆嘅漆機安尼入到地背。差唔多10分鐘到。哦，好嘅，好嘅，請講電視牆當過如果看到公辦用入來，用來噴漆用來除鏽，整個流程都在這個監視器上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對，就在這個電視牆上面。這個是噴漆的噴槍了這個是噴漆的噴槍，那噴嘴，
喷嘴。我们现在呢就看看我们钢板经过这些处理以后出来它是什么形状，因为我们刚刚在前面所看到的它是黑色的乌漆嘛黑的哦，但是到这边以后呢，我们把它上了颜色了，灰色哦，对，灰色的哦。然后我们往后看，这个机器在帮它打造身份证，也材质啊 ，AA 路也材质，也表示过这个它是普通钢板，这个呢是它的板的厚度，板的厚度，这个是15，对，它的厚度，这一个是它板的宽度，我可以拉拉看吗？哦，除非你是超人。这个是它船段的编号。好。什么是船段呢？就是钢板上面都会有一个编号，那我们会根据这个编号呢，你就会知道说船身的哪一个部分、哪一个段落。属于这里的，他会把这吊车把它吸附过去。它这都是用电力，用电力来吸附，磁性电力的电磁铁来吸附。它碰到它会不会被电到？是不会，但是它是针对于金属。人家呢，外人会去刮钢板的，体验一下，看他外人家钢板使用的刮。嘿，人家呢来会着装，嘿，我创下呢，有绑腿，有摸的哈，嘿，外人咧摸的呢，全部都得汰换新的，外呢是换过去的，外对伊有感情。以旧工来，如果外提做些事情，给调查个骨头啊提外动过，各个都外安尼跳哪分分，外摸都别下来，假使讲外无带牙摸的，别下来都外跳哪的。所以说我们在这地方如果进攻安全不要把它当成一回事，如果安尼。现在目前我们所看到左手边这些都是机器。落样，然后呢，割切好以后，我们的师傅把它整理下来，堆叠好了。那现在我们目前所看到的，前面呢就有师傅正在忙碌当中。所传业，是人工密集的工业，无人去做，伊做唔得，唔要冲查工厂有冇？一定是一条线的呀。用安尼继续一贯作业啊，安人家做唔得安尼。它是光，但是它会画出白色的线啊。伊个掘那个资料啊，个土。CNC 过来嘛。嘿，亚入个 CNC Plasma 割切机，伊个土，个用实用的，全部资料都摕天落去背的，顺着它的这个图形去画线，然后再割切完成。通常都会要先破败，同按太块铁的机啊，一细块。破坏对我来讲，係那一種干涉，不管是用天路割，用人工去割，很多人去從這樣東西都係有一種難的問題，係你愛種去看的東西。又是火花了，我最怕火花了，特別是這一次一不小心你手腳都會沒了。而且這一次的火花超亮的，超傷眼的。放下一點，放下一點，好 ，OK， 好，然後先在外面先把它預熱，好 ，OK 了，熔點到了，然後線都畫得很直嘛，你要焊的時候，你也是要按照那個線很直的、很筆直的把切割過去。它在切割的時候會沒有辦法直，我還多試了幾下，就是不會直。其實蠻難的有點挫折。不會啦，初學者這樣就很棒了，不是說很容易就把它割斷。對啊，因為我那線都沒有辦法像你們割的這麼直線。唔可能割得如麼無清澈，又唔塌，那上來如何啊？等下師傅一定要去修過。這自建。是遐个石头哈，伊块铁板边割起，主要比迄个船段的一块一部分。慢慢煮啊，清彩粒啊。因为迄只要有安尼好嘛，伊好嘛唔对称就多个，伊迄掉落去就
每一块全部留片哦，一天的好嘛。先从船体组合之后，开始一个一个把它组装下去，真的就像堆积木一样。快点来，快点被讲对。哎，靠啊，那么靠吧，靠过大力的，大力好安尼。那边养不呢吼，品牌多吼，无按简单啦。你要在焊它的时候，它就必须要先敲到那个钢板上面。啊，你敲钢板的时候，还要有一个很适当的力量哦，要马上抽起来。啊，这样子的话，它才会有那个火花出来。在正确的位置上面，你要停留很久的时候哦，那个时候会很爽。哦，安尼晓得嘞，很困难啊，无简单啦。安尼全部技术人员全部如何有安尼执照？哦，因为落去以前我去考执照，安尼咱有人认识，包括比赛发起的。嘛，我去考试，考过的咱实在是做，咱安尼传统全部如果有检查，可能有执照嘛，咱实在是插牌做，没钱才用就去做，年来做到变量都会变化啦。那真希望吼，更加好生的啊吼，有安尼勇气啊吼，来接触我哋嘅做船业嘅挑战。因为讲造船工业吼，真辛苦，有时候真危险。啊，唔过呢，伊迄个技术啊，哈，值得你去学习，因为现在那个人力很欠缺啊。大部分现在的年轻人，他们都是向往的这个服务业，没有永久性，还是要这种传统产业，它的技术存在，你到哪里都吃香。1、2、3，很乐意，我係是方法，也喺埋工作地方，也都係係去一做的，係去幹嘛做的，我全部做過。也不管講做好，哎，就做完個很自豪，我嘅身份，因為講做伊下咧都係咧一連來上起邊。咱整體國就講，等我哋前邊另外啲阿哥，講也嘅阿哥嘅工作個好，做等我哋本來看咧規衝起，可能衝一發嘅，一塌嘅一將咁樣啦。老師上來都不會害怕？唔會吼，那種韓式有做頭起亞斯歌啊，哦，快下咧！轉一天，啊，今日離天台風差不多26公尺啦，26公尺。哦，不錯不錯，景觀是挺雄偉的。但是我好害怕。我不怕，我唔驚啊，我唔驚啊，我唔驚啊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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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旋轉旋轉。歡迎來到傑里的高空演唱會，擁抱你暖暖的朵。哦，在這攝氏9度。季節裡，喝一杯溫暖的咖啡，腳底轉呀轉，踩着甜蜜的滋味。我的腳底，腳底轉呀轉，踩着甜蜜的滋味。哦，哎呦！之前有做過嗎？沒有嘞，哦吼，嗚呼，好嗨哦，喲吼，真的很嗨嘞，喲吼。用在什麼時候需要用這個？高空作業啊，高空作業船啊，比較高的地方啊。不太敢往下看，最高的地方。啊，還好啦，唱到抖音了。好了，換個人啊。啊，你做真係蠻鬼辛苦嘅吼。你做誒，種人做誒迄久誒，啊，你從來未想過做當這些事情過呢？
在个环境中吼，大概有在什么同时之间吼。嗰間，但是係啊，鬼火嘅，同甘共苦。係啦。那个人大概都可以习惯也是嘛。總之休息比較樣。董主的一般都这样的50分钟。50分鐘。50分鐘。個人你沒有午休時間啊？換過程的。全部50分鐘。全部50分鐘。哇！12點50就要上課。哦。因為環境很吵的，你的工作壓力已經夠太滿。像這成功的樣樣樣啦吼，熱燒啦、辛苦啦、吼危險啦，咁唔過啦，誒工廠地塊乒乒乓乓三年安排，吼啊東來路啲調查啦，這啲啦吼，真是非常強，我會安尼面吼上得多啦，我親身去體驗的，咱比較講地塊安尼上。他们的生活啊，就是一大早7、8点的时候，就大家会集体出来做操，然后做完操之后呢，就开始工作，然后呢，工作到中午啊，大家就会集中在一起吃饭。他们的工作生活啊，很有规律啊，很有节奏感，就好像音乐一样，就是什么事情呢，都跟着 tempo 走。今天的感觉让我觉得很温暖，所以我想唱一首歌叫《甜蜜的滋味》给大家。好，甜蜜的滋味。想你的时候，总是因为这旋律，每一次都在不同的场景，静静地坐在攘攘的人群里，越是孤独，越是特别的想你，拥抱你。暖暖的冬，在这摄氏9度季节里，喝一杯温暖的咖啡，脚底转呀转，踩着甜蜜的滋味，脚底转呀转，踩着甜蜜的滋味。脚底转呀转，踩着甜蜜的滋味。脚底转呀转，踩着甜蜜的滋味。谢谢。说过董主诶，嘛熟悉过诶，王太国同曾太国等下嚟以前另外的个子孙的员工，很多犹太国。哎，太国，来问那位啊，我看到前面有一个好像楼房一样的建筑。哦，也在做安尼船呢，最主要安尼房间，从以前我有冇拍摄的啊？哦，有看到冇？有，所以一半成咗船入去。捉你船呢都嚟嘅。船宴啊，水木蛇神，就是用来边吃饭，就好像饭店吗？像饭店。我们这边装潢好嘅吼，比6星级嘅饭店更加赞。我工作嘅带人去参观体验咩安尼嘅农作嘅呈现，天旱作为38年。加了我的好好好嘛。我再带你上去。你看丢了嘞。好。拍咁嚟。我就行嚟啊。這出1樓。足燈2樓屋上頭。這1樓。這是2樓。嗰個窗戶啊。同一門。走落去係，人來一看。難做啊！你組合啊，你結構。嗱，這走嚟，行好咯。哦，呢邊啊。到了，來慢慢走。要小心。生意。哦，來。哇，
行睇法咧？你钱死了啊！兄弟，你安尼都你嘛跟你产业用的医生设计，浴室的，厕所，这个，啊，以后你做好诶，会装潢。所以这个也是要盖天花板的哈。有安尼。你好多天花板，要人可以扛得着，系啊。你人体管。就像你去看看到嘅天棚红嗰度天线啊、管线啊，乃至你同一屋嘅差唔多用嘅，係第一係一塊一塊嘅堆落來，我個嘅樣嘅，你梗係易啦。我總之是看到嘅要感覺冇用通，真的是有嚇到一下種。嚟帶你體驗做鐵工。做鐵工。可以同佢前顧，可以按年業務看。好啦，辛苦啦。你骨頭，因為你做安尼嘅，跟師傅嘅相處，一流，特別來嘅。啊，做啲苦菜骨頭，嗰啲是鬆好嘅，要安尼矩陣線，如果安尼看明白。那條線要對準咗。啊，我們設定100，矩陣線，有沒有？都是一樣。啊，不但係你兩面中。都嘅猶太國，當然呢批無論體驗用天環嘅工作，啊，其他做呢批做嘅規劃嘅傳體，亦會咩啊？不過佢嗰度做好嘅嗰種一塊一塊，那些風景用嚟啊，跟你講嗰種模組嗰種東西啊，然後看下鐵板嘅方可以用焊接嗰種方式嚟壓起來。苦菜。天焊，你直接吗？压下去嘛哈。你木夾到，還有阿斯啊，會短路啊，戳。你不要動這個，摸，大家咧，你都拿斷咧。有冇？這個面罩要看，面罩，那麼總都粘住，因為我去鄉下做些做農，常常靠到呢間公司入來接觸到，我要可以任天堂，粘住。我長年粘住會痛咧，粘住縫歪嘅，啱不條水唔定咧。要一直在摩擦嗎？還是不是？來，你看着哦。哇！它鐵水有沒有？連接。有沒有鐵水？那個1000度的，那個鐵水的。焊接的時候，就是那個裡面的空氣是比較沒有這麼的好，因為你都會聞到很多鐵的鏽的味道啊，然後整個都是比較悶熱的。有一點點熱的。沒有，所以造成很辛苦都還有。今是冬天呢，夏天哦，後面日頭曬下去。一啲鐵板好行下嚟燒燒，唔是做事，唔只行一邊最順口呢。油壓要送進去，為什麼要送進去？一鐵板在大下邊，具材骨頭相對要密合。大下上仲要安尼骨頭啊。上夾啊。上對出來啦。上對，開水哦，純做嘅壓片。有平啊。都唔會劈嘅，你做起來，那你有氣過去了，有冇？有痛冇？有冇？有行喎。那有點懂了。有冇？你的困難已經動了，你的困難點要不能按塞，按送一批啊。OK。送一批，所以要到那個這個把，戳，小心哦，建議做造成
都按辛苦都按呢。本来做船的东西都会门向，唔把去船当个甲板方，又会到安尼迷路坑，去下机场的坑，真是爱集中，唔安尼迷迷糊糊，唔定我跌咪我跌下去呢。来龙去凶的啊！嘿，先生要唔都起啊呢？还有输，哪算长乐的好不好？關於個路線，個外風，猶太講係可能是個個好朋友嘅人嘛，因為冇乜好講，都按個佢對人佢好，佢開心，佢好朋友來啊。我帶你落看哦，有啲船咧，鐵板，我要平，當然用點麼平啊？做我哋練住看唔準咩？係用得有冇？鐵板，出。咁用邊啊？看下樣啲啊？平嘅有冇？有啲都冇，有啲都係做準線，有冇？準線，來，高人，來，你買幾多錢啊？哦，有啲人係行鐵板咧，你準線器，準線器哦，鐵火焰，火台鐵板。按滚的行来行，肉酱浓缩的原理。哦，嘿，哦，这我家的带下，哎，那么不那么，这个叫做冷做铁工了哈，它必须要用一个高温的火，你要在那个骨材上面去烧它。啊，烧完之后呢，你后面还要有一个冷水在那个热火的后面跟着它走，要冷却它。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动作？是因为它要让那个整个铁板啊，在拿那个量尺去量它的时候，是整个是很平的。有没有？这个船这么大，它就好像那个堆积木一样啊，每个都好像小积木这样堆，把它堆出来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就是。如何把那个小的积木啊，把它做得很精密、很完整？这么一大片，这样子要花多久的时间呢？哦，这哦，它现在2个钟头。啊！可是哦，在我看来哦，如果是今天我做的话哦，可能要花2天了。啊，把伊普罗克肚里安尼有细件呢，行嘅安尼火，是肚里安尼行，烧起哦。伊暗件咧，咪冲唔出去，地杯白硬土，硬住拔唔开呢，一直安尼汗流呢。开船的员工，暂时没有喝。像在那个地方哦，已经做了一些其他的工事啊。这个工序完成之后，现在会到哪里去啊？哦。它会除锈，除锈完分拍摄咧有冇？中間跟啲相同，有冇？啊，本來咧要睇住，雕啊咧，就跟雕啊，雕啊咩？戳，咁就雕過去，用隻雕叉砍佢咗，隻雕叉或者雕350噸，用隻700噸。俺的员工按辛苦，因为8点钟。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，聊天嘛，聊开了，他就一直勾着我的手，一直很靠近，这样蛮有趣的一个人呐，又很爱表演哦。我打功夫给你看，我觉得。下班时间，来的古树社团的太极拳。太极拳是我从来没想过会去打的运动，说实在的。因为动作这么慢，好慢。因为我记得你那时候有时候下腰什么弄不太下去，对不对？有你会变弱。太狗，哇！
亚龟，我一看哦，我就猜得出来这个是羽球社，哎，对不对？你内行的。啊，其实羽球哦，中学的时候曾经跟校队一起打球。黑白菜，麻烦你哦，那一看就知道了嘛，对不对？胜负一看就知道了。颜亮的结束分卷呢。不要说同辈啊，因为老一辈的跟晚辈啊的那个互动也都是很彼此尊重。我相信他们学长学弟制应该也是有，但是好像是比较正向，就是大家整个相处都是很融洽，而且感觉上是很会互相帮忙。太远了啦！太惨了！我的兄弟，突然间让你1个月不进来，你还没退休哦，让你1个月不进来，你的感觉会怎么样？當然啦，我來呢間公司做嘅38年嘅，對呢間公司有一個感情。當然我哋叫冇看到會想啊，因為每日來上班，工作之外，像銀頭行喺沙灘嘅活動啊，當然啊，他相處安居嘅，當然會明啦，冇唔明都騙人嘅啦。近代哥接你去看厂里用的做诶，差不多过7年过诶，近都正式2代来看他厂里用的开红行，按讲行厂的一件事情啊，高雄讲起来讲啊，那就是认识的朋友以及讲自责做诶25年的2岁人的啦，应该无一多人还比我了解高雄讲的事情。讲，这个吼，都高雄讲，按来讲。当然请那来朋友，哦，也还专业领导。哎，胡大哥，胡大哥你好，我回过我跟胡大哥，胡大哥，你是做什么样的工作？哦，我在高雄港担任所谓的引水人，我们俗称叫临港。我好像有听过，但是引水人是做什么的？简单的说了啊，我们就是代客停船。代客停船，外国船呢到了我们高雄港，他对我们港口里面不了解。哪一个泊位哪一个国家不清楚，他对我们的水深、对我们的水流、对我们的天气状况都不了解，所以我们是等于是有这种方面的专业，我们到他船上去，帮他安全的领进来，靠好码头。2岁人的工作啊，除了负责掌控你台湾啊，你讲那种所有船的人啊，伊就还最了解船的人，会了。看来是一位不得了的人物啊！我们居然有这个机会邀请他带我们游港，这地方就叫做高雄以前的所谓的潜水码头。那个时候我们的潜1、潜2、潜3，就这个小的地方啊，专门是高雄港啊到香港哦两岸这专门跑的小船。高雄跟香港，对，我们那就是专门是高港线的。现在就把那个高港线的船已经移开了。是。那像这边有个海巡署的船，南海啊那边去护渔啊，都是他们就去。就是靠他们。对啊！这条 Savage Duke 这个是专门是救难的远洋救难拖船。那个就地方你这样看过去，那个缺口就是高雄港第1港口的进口。那个地方。就那个地方。所以你要引水的话，就是从那个地方进来吗？对，所以看起来小小的嘛。对。为什么要引水？有这个必要？万一一个船在中间一沉，那我们高雄港就完全被封闭掉了。真是让我叹为观止。以前的印象就是一个港口嘛，就小小的这样，了不起就是看到有军舰啊，或者是一些商船。不过当我们游港的时候啊，哇，那个不得了，整个壮观了。然后我才深刻了解，原来我们什么叫做国际大港这件事情。对。接着我再给你看这边这个地方，
高雄第2港口的进口。我们刚刚在那边看到第1港口，这第2港口。像我们高雄就这两个进口。第2港口大还是第1港口？第2港口大，你这样看是不是比较大？比刚刚的宽大多了。像我上次带那个18万吨的，就从这边进来。对，可是进来的话，还是觉得蛮挤的。哎，为什么觉得挤啊？就它就这样子，感觉上，因为你在船上一看下来哦，这水域的宽度不太大，就感觉这样子，所以要小心一点哦。吴大哥，现在终于到红毛港了。对啊，是。有想到那感觉很好哎。对啊，这是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他们弄的。红毛港是迁走已经有大概15年以上。原来这边就是一个小渔村嘛。小渔村，然后旁边还有像靠近这一带的解体船在这边。那时候我们把解体船拖来这边，他们就把它拆掉，所以这边算是高污染区了。我这边以前是大户人家哦。对啊。怎么样看大户人家？没有，你看这个门有那种架势。对啊，这30几年看着这个码头的变化，您的感触？因为高雄港啊，就真的是越做越多了，当然船也越来越多。真的讲，你说你做一个临港就有压力了，你知道？严格说来的，港口的水域没有变大，但是你的码头变多。船变大，箱型的那个水域运转水域就变小一点。那高雄港对高雄市，甚至整个国家的那个经济命脉非常重要，一个很大的冲击。对，很大的贡献。我现在就谈过，我哋高雄市对啊，在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角色。从工业那里嘛，总工啊，做船的。都高雄港，但都有一天呢，给你讲蛮有脉络的啦。做船的吼，都一种重工业代表，要做的重的工业，体力上都劳工啊。俺高雄是俺韩式啊，至少俺韩式嘅下呀，最有名就嘛呀，高雄是前镇加工。俺个嘅强的就到船的出去有港口。有出去就有引来，出去引来的中间都有一种钱的流通，所以就强的就带动我们嘅经济发展。打4分啊，他有8分，8分，来打4分，10分，10分。爱个 number one 表情，爱个 number one 表情，爱个 number one 表情，爱个 number one 表情。